继续来关心，至即马1億6千万年前，史上保存甲上界完整的减量化石拜二的时，伫纽约用新代票14亿5千万的价值拍卖出去，是真做有史以来化到上悬价的恐龙化石。也毋过有学者即马就惊讲，若是化石变做是私人的收藏，安尼会去影响到科学研究，所以这项拍卖也引起议论。 Last Chance Adam at 40 million. Fair warning, it's with Jodie Pollock at $40 million. Shall I sell Adam? At 40 million then. That's yours, Jodie. Sold! 全球保存了上完整1.6亿年前的减龄化石，17日纽约索比拍卖，价值是4460万美金，大概新台币14.5亿。这是历史上价值上悬的恐龙化石，买主身份保密无公开。 索比讲，这只减龄的指标性骨架化石大概悬有3.35米，按片仔高倍率是将近8.23米。原本的319块骨头，有254块也保存了真好势。索比佫用刻石更加展现伊要攻击的形态。若即款化石甚至有关载验的现象，意思是讲，这只减龄可能活到不止啊多。It's about 79% complete, and that is based on how much of it is actually fossil bone, how much of the bones were actually found. 这只减龄毋是头一只互拍卖的恐龙。1997年，一只博龙的化石卖840万；2020年，另外一只博龙卖3180万；2020年，索比拍卖全法语怪龙化石，价值是600万。古生物学家忧心讲，有教育意义的恐龙化石走去私人的手内，一般人就无法度踮喺博物馆看到。 毋但是失去科普教育的机会，嘛有可能影响到古生物学的研究。公司新闻新闻被编译，